自从亲政以来，可从来没有这么晚召见过咱们啊！啊！你们都说说，这有什么急事儿啊？会不会是鳌拜一案又出了什么重要线索？嘿，李太医，你也来了？哎，莫非是皇上他龙体欠安啊？哎，嘘，这话可不可乱说啊！小心，这叫祸从口出。明珠大人，哎，李太医，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，皇上突然差人传来口谕，让卑职火速觐见，却没有说所谓何事。哦，行，进去吧。走，明珠大人请。请啊，诸位爱卿，朕深夜召诸位前来，是因为朕碰到了一件为难之事，朕思虑了许久，都没有想出答案，所以啊，想听一听诸位爱卿的高见。敢问皇上，是何为难之事啊？这有什么事情啊？是只有其他人能做到，而自己却偏偏办不到的。哦，原来皇上是为这样的事情在为难啊。有了，比如说，别人可以杀得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杀不了自己。这个答案不对，这个答案只是诡辩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杀了自己，而不是绝对做不到。这个答案必须是别人可以示范出来给大家看，而自己却偏偏无法效仿的。皇上，不知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么奇怪的问题，还这么着急，想要知道答案。这其中缘由，朕不便透露。诸位爱卿只要好好开动脑筋，帮朕解忧就行了。有了，皇上。皇上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，但别人可以呀。这个答案也不行。出题之人只怕会说，我们每个人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离开地面，为何还要把自己的头发给提起来？所以啊，这个答案还是过不了关的。皇上，此等古怪刁钻的问题，实在是难有标准答案。究竟该怎么回答，完全要看出题的人是否在故意的刁难。皇上，这出题的到底是何人？一欢妹妹，去，来，走。哎呦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被皇太后软禁在慈宁宫了吗？那个老太婆哪知道我的厉害啊？派了个小小的宫女看着我，我直接把她的昏睡穴给点了，我就从床上溜出来了。
不过学姐姐，我不能在你这儿待太久，皇上不在，我怕那老太婆发现了对我下毒手。好，这索额图和明珠府上养着上百的能人异士，在天亮之前必定能找出朕满意的答案。只不过太皇太后为了防止朕作弊，已经派人盯着奕欢了。李太医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答案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给他？这个好办。微臣小时候跟陈妹在同一家私塾学习，陈妹性情顽劣，不肯用功。为了帮陈妹逃避师长的责罚，微臣也常常在暗中帮陈妹作弊。到时候，皇上只要用微臣当时的办法，把答案传递给陈妹即可。皇上啊，正在连夜召集心腹大臣，帮你一起想答案呢。这个皇上对你可很上心哦。唉，她只不过是见惯了宫里这些贤良淑德的女子罢了，对我呢，只是图个新鲜。徐姐姐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铜匣了啊！我要跟朱哥哥吃住紫禁城了。铜匣，你已经找到了？嘘，这个铜匣是从鳌拜府找到的。我怀疑呢，我们明珠谷有内奸，把铜匣这个秘密告诉了鳌拜，但是鳌拜出于私心就没有上报给朝廷，就一直把这个铜匣收在自己的府里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真没想到咱们明珠谷里有奸细，会是谁呢？不知道，不过朱哥哥已经告诉我爹了，我爹现在赶回明珠谷，跟各位师傅商量一下查清奸细的事儿。哎呀，你说这奸细会不会把你我的身份也泄露给了鳌拜？据我推断，这个奸细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在谷外的行踪，他更不可能料到我们能够到皇宫里来，所以我们在试是安全的。好了，既然你们兄妹之间有此等传递消息的妙法，那朕也就放心了。那微臣先告退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真没想到，这么顺利就把铜匣找到了。早知这样，我跟师父也不用费尽心机进皇宫潜伏了。别难过了，学姐姐，我来这儿还想告诉你件事情。如果明天我那第3道题答不出来的话，那个老太婆肯定要毒打我一顿，到时候我只能脚底抹油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铜匣还有搜刮来的那些金银财宝，都放在我永乐斋的床底下了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只能靠你跟六师傅去取了。一旦取好了，赶紧跟我们一起撤吧。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。哎，小师妹，其实你尽快离开紫禁城也是对的。你都不知道，看到你整日跟皇上形影不离的，大师兄心里有多别扭。唉，朱哥哥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小气了。哎，我不能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，被人发现了我就死惨了。哦，你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这鳌拜一直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朕派索额图去鳌拜府上搜查，也没有搜到。李太医，你既然能解了朕的毒药，那这大补丸之毒你可能解。皇上，鳌拜并不敢谋害皇上的性命，所以给皇上下的只是扰乱心神之毒，而且分量很轻。但他给陈兄妹所服的大补丸，是他用来控制手下的独门毒药。微臣想尽办法，也只是配出了缓解毒性发作的药。朕真的是愧对你们兄妹。皇上这话，微臣兄妹实在是担不起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一定会继续实验，争取早日制出解药。已经3更天了，皇上早点歇着吧。朕刚刚亲政不久，朝中还有多少大事小事没能理顺？尤其鳌拜一案，牵连甚广，盘根错节，山西直隶等省又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，朕岂能安心入睡？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
想不到他竟如此勤政。我听了小师妹的话，帮他斗倒鳌拜，也许失算了。太皇太后吉祥，皇上吉祥，皇后娘娘吉祥。罢了，这答案有没有想出来？太皇太后，奴婢脑子实在太笨了，所以到现在答案还没有想出来。哦，那你可得要抓紧啊，这转眼就要正午了。不好意思了，龙小弟，5时一到，我就会马上逃出宫去。我们也许就再也见不到面了。太皇太后，您跟皇上在这，奴婢实在太紧张了，能不能到门口去想啊？哀家准你了。哀家倒要看看你这小丫头还能耍出什么小花样来。奴婢绝不敢耍花样，多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慢着，易欢，外面日头大，朕赏你一把扇子。以免你那小脑袋瓜子被晒伤了，更想不出来了。多谢皇。等等，那扇子上有皇上新题的字吧？拿给哀家看看。以哀家看来，这皇上的字就是好啊。拿来吧。多谢皇上。易欢，你腰上的那个琉璃坠子倒是挺别致的。朕记得你哥哥也有一块同样的吧？奴婢跟哥哥是同日所生的双胞兄妹。这个琉璃坠子呢，是爹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。哎，哎，还真是，这个字又显出颜色来了，而且字体还变大了。这个琉璃坠其实是一个彩色的放大镜，是微臣的爹从一个西洋商人手中购得，送给臣和臣妹的10岁生日礼物。臣兄妹各有一个，随时带在身上。到时候，皇上只要将答案用这药汁抄写在这扇面之上，传递给臣妹即可。告诉他，用这个琉璃坠，他就会明白了。李太医，朕真的很羡慕你，能和易欢有这么美好有趣的童年。不像朕，10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，而且还不得不提防宫中各路势力的算计。行了，那你赶紧去吧，要是耽误了时间啊，朕也救不了你。多谢皇上。慢着，外面天气太热了，本宫就赏世淑姑娘一方丝巾，擦擦汗吧。多谢皇后，奴婢告退。皇上好像一点不为这小丫头担心呢。皇祖母，易欢她只是本性纯良，并不是笨，虽然相信她一定能想到答案的。
祖母小心。来，皇上，能不能叫2个人帮奴婢推下车啊？走了。这谢皇上，你们2个帮我推下车。哎，你扶我一把。走吧。好，停。来，放下。那个，你再来扶我一下。太皇太后，您看啊，这只有推车的人才能推动这辆车，而乘车的人永远推不动这辆车。我说的对吗？好，这个答案妙。皇祖母啊，这个答案啊，不仅解了题，这好像还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。这有些事啊，只有旁观者可为，而当局者永不可为。是啊，皇上你也应该明白了，这丫头可不像你说的那是个傻丫头，可是聪明着呢。你可不能当局者迷呀。皇祖母说的是，孙儿谨记皇祖母的教诲。义父，叔父不当差的时候，时常爱去城郊的镜湖钓鱼散心。你可以到镜湖附近等着，找机会跟他相认。好，到时候我就假装跟他邂逅，绝口不提你和易欢。好，那我就预祝义父跟叔父顺利相认。但愿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真不知道，乍一看到我这个亲哥哥出现在面前，他会是什么反应。终于赶来见老夫了。鳌拜，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天，想明白了吗？可有悔恨之心？老夫当然有罪。老夫这第一罪，当年不该冒死从乱军中救回太宗皇帝。老夫第二罪，不该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为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这片江山。老夫第三罪，不该对先帝于众尽心尽力地辅佐你这个黄毛小儿。老夫第四罪，明知你翅膀硬了，要来诛杀老臣了，要独揽大权了，老夫未能先下手为强，除掉你这个昏君。事到如今，你还睡在几十年前的功劳簿上，丝毫没有反省。你圈地害民，党同伐异，欺君罔上，弄权误国之罪。要不是你当年救过太宗皇帝，要不是你为大清朝立过那么大的军功，朕就算砍你脑袋100遍都不为过。老夫现在是做了阶下囚，这一生的功过随你红口白牙怎么说。但是玄烨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除掉了老夫，你的皇位就能够坐稳了。在你身边潜伏着2条毒蛇，他们随时都会要了你的命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朕不明白。那老夫就告诉你，你以为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2人是真心对你效忠的吗？他们实际上是在挑起你我君臣之间内斗，居心叵测。他们帮助你擒拿住老夫，只是为了骗取你的信任罢了。在你未动手之前，那个李建清就来找过老夫，把你的计划悄悄地告诉了老夫。老夫只是一时拖大，以为就凭你训练的那几个会摔跤的少年，怎么能拿下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呢？也没料到那李氏兄妹2人居然会反水，这才让你侥幸的险胜了。皇上，鳌拜这会儿
也许说的是实情，难怪他事先就服下了解药。你让李公公赐给他的毒茶也失去了效力，也许真的是有奸细给他透露了风声。这铜匣果然是真的。花妹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么艰巨的任务居然被你完成了。是谁啊？平时老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，现在知道夸我啦？花妹，我是你大师兄，又是你未来的夫君，你做对了，自然该表扬；做错了的，自然该批评。站直了，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哎，知道了。从小到大就这么几句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花妹，我发现进宫以后，你越来越讨厌我了。鳌拜，你以为朕会中了你的挑拨离间之计吗？是，皇上，鳌拜也许死到临头了，还要这样搞挑拨离间的小动作。挑拨离间，玄烨，你这个无知的小儿！老夫虽然是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可老夫是大清的八旗子弟，你我之间的君臣内斗，毁不了大清的根基。而那个李氏兄妹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来历不明，行为诡异，说不定就是那前明的余孽。是，你鳌拜是满族，李氏兄妹是汉族，可是拿匕首刺向朕的是你鳌拜，而挺身而出替朕挡刀的是李欢。若非李氏兄妹反戈一击，只怕你和朕的位置现在就一敌而处了吧。所以朕明白，你恨李氏兄妹，你巴不得置他们于死地，朕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玄烨小儿，你果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君王。你被那李欢的美色所迷惑，你被李氏兄妹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们这些八旗子弟打下来的江山，终将毁在你的手上。老夫倒要看一看你有何脸面去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列祖列宗！你住口！朕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能听任你摆布的傀儡了。你要是再在朕的面前出言不敬，朕就让你的血溅在朕的龙袍之上！来吧，老夫这一生都在为大清卖命。没想到爱新觉罗家族竟然出了你这么个既阴险又愚蠢的懦夫！玄烨，你打开牢门，来与老夫1对1的决斗！来呀！如今康熙正在大力清除鳌拜余党，整个京城都人心惶惶。如果把这铜匣和易欢得来的珠宝全部运出宫去，放在慈航药铺反而不安全，不如就继续放在这个永乐斋吧。师父说的是，毕竟眼下这永乐斋还是安全的。等大师父离京之时，咱们再把这铜匣悄悄带出宫去，让大师父带走。不行，铜匣不能放在永乐斋，欢妹也不能继续留在紫禁城里。既然找到了铜匣，我们赶紧撤离吧。我们现在就撤离啊？怎么，你还想继续留在宫里？你忘了和你一同进宫，被刺死的那3个秀女了吗？忘了那些仅仅因为看到你打了康熙1巴掌，就被赐鸩酒的宫人了吗？好吧，朱哥哥，我听你的。那六师傅、学姐姐，我们一起撤吧。大胆，鳌拜，你这个狗奴才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对皇上大不敬！你以为你真的是什么大清的第一勇士吗？我告诉你，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大权在握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得已的奉承而已。你想动手是吧？来呀，我索额图陪你练练。索图，若是你阿玛还活着，那老夫说不定还卖他几分薄命。就你现在这么个鬼模样，你还不配和老夫交手，你滚一边去！哼，鳌拜，在皇上面前，我不与你逞这口舌之快。
且不说我们两家的恩怨如何，就是你现在这样在军前失仪，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。我告诉你，你死到临头了！你可真会拍皇上的马屁，可笑！你阿玛索尼与老夫一辈子为敌，但老夫敬他是条汉子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小兔崽子呢？鳌拜，哪怕你是个勇士，像你这样的莽夫，也只配做爱新觉罗氏的鹰犬。朕乃天子，治国安邦才应该是朕擅长的。你那些技击之术，都是雕虫小技。朕纵然不如你，又有何妨？把他看好了，别让他自尽。你这个懦夫蠢货！你回来！你宁肯相信居心叵测的李氏兄妹，也不肯相信老夫这3朝老臣！你回来！我要见太皇太后！我要见太皇太后！回来！不行，我们现在还不能撤。第一，默笙和倩影他们还没有找到1号金钥匙，万一那把金钥匙就在这皇宫当中呢？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鳌拜到底有没有在明珠谷安插奸细？这个奸细到底是谁？我们一定要查个清楚。大师兄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跟易欢先撤吧，我和六师傅继续留在宫中，剩下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怎么能把你们2个留在宫里呢？我们要共同进退。太子，如今康熙对你和易欢极为信任，想要查出明珠谷中的奸细到底是谁，你们比我和倾城的机会大很多。眼下的确还不是撤离的时候。六师傅，是我思虑不周，我只想着让易欢赶紧离开康熙，以免受他蛊惑。一时情急，居然把查奸细这等大事抛在脑后了。太子，你平常行事的确很冷静，但是有些事情牵扯到易欢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冲动。